機械人速遞第84個賽日，7月1日，沙田黃昏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5:00，開跑時間16:0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：重飛提供5匹，入圍3匹；落飛提供19，入圍11；回飛提供6，入圍2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8號觀金旗，全飛拉動4.1；第8場9號和道威拉動5.01； 14號彭越標籤高基拉動4.56；第9場4號勁進先鋒標籤直博拉動4.21； 5號北基拉動8.8，力度5，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3場4號勁進區全飛拉動1.65，力度4；第4場1號手到齊來標籤馬膽拉動2.47，力度4； 7號你知我醒拉動0.36；第5場11號神池標籤小心拉動0.84；第7場3號超力量標籤小心拉動0.93； 7號年年有型標籤古惑拉動0.4；第10場10號本領輝煌拉動2.1，力度5，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1號英雄豪邁標籤古惑全飛拉動-2.83； 3號團結勇士拉動7.77；第3場1號仗義標籤古惑拉動2.58；第4場2號杜月橋拉動2.99； 4號陸小鳳標籤古惑拉動1.24；第8場11號開心宇宙拉動5.46；第9場6號巴基之星標籤小心拉動3.52； 12號關鍵所在拉動4.46；第10場5號鐵金剛標籤高基拉動1.53。冷馬系列突擊馬第1場12號貝貝龍非佔比8.27，全飛拉動1.83；第2場13號銀河勇士佔比8.31，拉動0.46；第4場10號戰騎飛佔比9.06，拉動-4.28；第6場6號會當凌佔比7.58，拉動2.46； 9號嘉應光彩佔比8.8，拉動3.52；第8場2號爆笑佔比9.07，拉動-3.32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